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5年7月初二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40篇，耶利米书23章16节到22节，马太福音第10章16节到25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进入伫龙群。美国的黄石公园伫1872年建立的时阵。用黄石公园做中心的几个州，包括着蒙特纳、怀俄明甲爱达荷，这个回龙，因为这个做田的人，因呢来甲伊掠已经是濒临绝种的野生动物，一直到约略差不多1926年，最后一只野狼被杀死了后，就宣告已经绝种吼。1973年，美国的濒临物种的法律制定了后，黄石公园就开始重新引进来重新育这种野狼的计划，就渐渐成做可能性。1995年，回龙正式去互人野放伫这个黄石公园内底。伫这几年的中间，捌将近有200只的野狼，到伫最近几年，约略还阁有124只，分做11群的龙群。根据这个研究因为龙群的存在，因咧掠动物的能力。互包括伫美国的这个野牛的牛群，甲侪种的野生动物的生态拢总改变啦。不但安尼，嘛连带着迄个食物的生态，因为回龙的出现，影响着野生动物生存的环境，所以改变真侪食物生长的环境。可见野狼的攻击力甲伊的影响力是偌尔大，嘛是侪的这种野生动物所烦恼、所惊吓的代志。这是一个真实的大自然的环境，伫信仰的生活中间，圣经内面嘛将这个恶势力实在的比喻做野生的动物，或者是讲撒旦的权柄。所以人需要上帝的保守，才会通得到平安。耶利米书23章16节到22节，先知安尼讲：上主万军的统帅对耶路撒冷人民讲，毋通听这个先知的话，因传互恁的是虚假的愿望，因讲的有言是家己想的，毋是我传互因的。因一直是对遐个毋肯听我的话的人讲，上主讲平安无事；佮对遐个心硬的人讲，灾厄会临到恁。减有人会参加上主天庭的议会，捌看到还是听到伊讲话，因减有认真听伊讲的话，看上主的大受气，亲像光烈啊风。伫歹人的头壳顶得势，到上主的计划完全实现，伊的受气才会煞。是日一个到，恁才会清楚明白这个事。我无差派这个先知，毋顾因家己死过走。我无对因讲话，毋顾因家己讲有言。因若捌参加我调职的议会，就会对我的人民传达我的信息，互人民离开罪恶的路，无做邪恶的事。我上主问恁，我简单伫近的所在才是上帝，伫远远的所在就毋是上帝。我阁问恁，减有人会当秘伫温密的所在，互我看袂到。我减毋是充满伫天地逐角落，遐个先知用我的
名讲假的语言，讲我有忘记，我有忘记。因的心存诡诈，讲袂出，要到什么时呢？当耶稣基督要差门徒出去的时阵，要去传福音，耶稣就甲因讲，因将来要进入伫西龙的龙群内底。这是咧预表讲耶稣基督的门徒将来要面对济的困难，因为将来面对的环境亲像咧面对豺狼共款的困境。马太福音第10章16节到25节，就知我带恁出去，亲像送羊入去伫豺狼的中间，所以就亲像蛇遐尼灵巧，亲像粉鸟遐尼顺良。恁着施防，因为有人会甲恁掠去，交互议会，伫因的会堂用鞭来甲恁拍。佮为着我的缘故，恁会互人拖去到总督甲君王的面前，来对因甲外邦人做见证。毋过恁互人掠去新闻的时阵，毋免烦恼要安怎讲，还是要讲什么？恁迄是恁所讲的，会甲恁指示，因为咧讲的毋是恁家己，是恁的天父的神通过恁伫讲。兄弟会出卖兄弟，互伊死；老爸会安尼来对待囝儿，囝儿会起来攻击父母，甲因害死。恁会因为我的名，互众人怨恨。毋过忍耐到最后会得到救。因伫这个城迫害恁，就逃走去别个城。我实在甲恁讲，以色列的城市恁行还袂透，人子就来。学生袂超过老师，牧人也袂超过主人。学生拄着迫害，甲老师共款；牧人拄着会甲主人共款，安尼就有够。人拢甲即家的主人叫做白色仆，何况是伊家内的人。耶稣提醒伊的门徒，警告因着爱谨慎警醒，并且用祈祷来帮助家己。诗篇140篇，上主啊，求你救我脱离歹人，保护我脱离凶恶的人。因的心内都无邪恶，不时制造纷争。因的嘴亲像毒蛇的嘴遐尼来，因的喙唇有毒蛇的毒。上主啊，求你保守我脱离歹人的手，保护我脱离强暴的人。因都无要甲我车倒，骄傲的人暗中掘陷阱，张罗网，伫路边设坑套来要害我。我对上主讲：你对我的上帝，上主啊，求你按耳孔听我困求的声。至高的上主，我大亏来的拯救啊！你交战的时，你有保护我。上主啊，求你毋通互歹人的心愿实现，毋通互因的计谋成功递到自高，毋通互围困我的人胜利，就互因的喙唇毒害着因家己。求你用得到的火炭降落伫因身上，甲因迄道火显伫深坑，袂阁起来。求你互制造是非的人伫地上袂徛袂牢，就互灾厄甲强暴的人缀条条，拢甲因拍倒。我知上主会为着困苦的人伸冤，为着善良的人主持公道。义人一定会感谢你，正直的人会当伫你的面前徛起。阮伫生活中间总是会面对着那亲像豺狼虎霸，因为阮有主的同在甲保守，所以阮会通得到平安甲阮同在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